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屋檐下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别再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我知影我伤害着你，你有资格生气，这我了解。因为咱本来就计划要分手，计划真久啊，敢毋是？也毋是今日才雄雄想到的，这是一直找无好的时机啊。规日一直以来拢是你讲的准算。对，我讲了准算，因为咱本来就是假的男女朋友啊。我知我害你感情放伤济，你一定足艰苦的，所以即摆才找你回息的啊。所以你开始要紧我的感受啊？安尼你敢知影我会这么艰苦？是因为我真是真介意你，这种感受你敢清楚啊？我袂介意你，我对你无感觉，咱就只是朋友。敢真是一点仔感觉都无？无，我讲无就是无。该怎么忘记你的黑瞳孔，全都是我乐在其中，爱的比我还要多更多。怎么放下你的眼中无限的温柔？我该怎么忘记你那么爱我？你甲我讲，一点感觉都无。看我的目睭讲话，无，一点仔都无。我安尼敢有讲得真清楚？你当走啊？交换，我希望咱也仍然是朋友。我要休困啊，请你离开。爱的比我还要多更多，怎么放下你的眼中无限的温柔？我该怎么忘记你那么？
那又不去学校。早顿我来做就好，你紧紧上课来。我向学校申请免早自习啦，以后早顿我来做啦。你要准备早顿，搁要上课，安尼伤忝啊！照顾恁爸的代志就交付我。你下课了后，较一杯就好。哎哟，你就是你是超人哦！日时爱顾公司，暗时搁爱照顾阮爸，安怎？你掠准你即马甲所有代志拢摕去做，我就会认同你哦。你即马是咧关心我，想要替我分担代志哦？毋是，你讲毋是就毋是，安尼是我误会啊？真正毋是。我靠袂着人家一紧转来，我就会当摆脱你即个阿姨。你甲恁林家是感情真好？当然真好啊！虽然伊即马伫咧世界各地旅游，也毋过也是常常寄公批来互我。伊搁伫我8岁生日的时阵，送我一台相机当作礼物，讲等我大汉啊，要带我去环游世界，世界翕相。安尼你8岁了后就无搁看过伊啊？甲你讲遐尔济创啥？为着我林家阿姐搁趣味搁有才华，甲你这阿姨完全无共款。我甲你讲，暗顿我会家己解决，袂咧操烦。我要去上课啊。目前是毋是会紧张？是主席，无问题，你放心，我甲慧敏吼一定会尽全力啦。好，咁要看这边。好，多谢主席。哎，各位，什么？党中央的初选名单已经确定啊，相信这好消息大家拢知影，安尼我就莫加讲什么啊。啊，两位来啊，来，先一杯，来，一杯加油！来，慧敏，恭喜你通过初选得到提名。我相信后届开香槟，你就已经选了议员啊。多谢。慧敏，甲大家讲几句话。今日的成绩毋但是我的功劳，我阁要感谢我背后厉害的团队，还阁有上较优秀的竞选目标，甲上支持我的爸爸。今日成绩属于大家下，多谢大家，我敬大家。多谢各位，多谢大家。来，准备。来，丢人动算，是回应动算，丢人动算，是回应动算，丢人动算。杨总讲，你上爱啉的茶？有咖啡的摕咖啡，无咖啡的摕滚水。咱敬咱未来的总干夫人通过初选。好，我在这代表会面，多谢大家，干杯！总监，当时要邀慧敏姐做客食饭啊，我会当到3工订餐厅。阮大家嘛拢真久无拄到慧敏姐啊呢。伊这几工较无闲，我搁问看卖。大哥，以后咱兴华就加一个议员新妇，工厂遐有啥物废弃物、消防要敲代志，就叫伊去敲就好啊。对啊。我希望一切公私分明，大家也是要分得清楚。无应该讲的话，就莫讲。讲算笑啦，对无？单总监讲了无毋对，即马也是上个时间，大家小心去做代志。庆功的代志以后再搁讲。来，好啊，去做代志，去做代志啊！阿炳，啊？为什么我感觉张总监听到慧敏姐的代志，敢若无啥欢喜啊？对啊，哪安尼啊？歹剃头的陈文琪走来，伊哪会欢喜啊？切！阿炳，来者。总监，你去附近的便利商店，把所有的周刊拢买倒。总监你对八卦周刊嘛有兴趣哦？莫问遐济，紧去买，剩的钱家己买饮料。好。慧敏，
报纸甲杂志我买回来。新闻敢拢出来啊？出来啊！每一间报纸拢有刊，而且版面拢真大。这个提名，会当讲是甲咱气势又搁上悬。多谢，先去呢，我再豆豆看。好，你豆豆看，我先去报应啊。辛苦啊！喂，慧敏。有人，小米较惨呢。啊，真是啊，我拄则叫阿炳去买，伊还袂回来。那就看呢，所有报纸甚至是网络媒体拢有诶。哦。哇，当要休息。这个码头拢愈请愈少呢。我感觉这是真实的。那有可能，一定是记者黑白翕的。记者黑白翕就参照的小金呢。应该是无说理啦。是啊，我感觉真参照真实的啊。哇塞！我甲你讲，这拢是假。八卦记者若是当信吼，安尼屎就会当食啦。也毋过相片明明就像呢。都甲你讲是假，听无哦？这吼就是迄个因的对手，跳工找个会晓演戏的来演，来甲惠敏姐抹黑啦。这就是假嘛？恁看上济，惠敏姐的目睭敢有遮大蕊？而且片仔遮尔大，你看，这根本就是假啊！上班时间伫看啥？无啦，阮咧订饮料啦。去边啊！我叫你去边啊！你的荧幕后壁还看光呢，足水的。唔免查，我早就看到。总监，惠敏姐甲迄个查甫的，那是先上角度的问题。记者超工要查新闻呀。好啊，即摆是上班时间，把麦样关掉，继续做代志。啊，紧关掉拢是你啦，大惊小怪，乌白讲。你甲徐慧敏到底是安怎？为什么会有媒体报迄款新闻？而且迄张相片看阮起来……无安怎，拍选战会拄到什么手段，我真清楚。而且慧敏有甲我讲过啊。你的意思是，伊早就知影有迄张相片，安尼为啥无甲相片处理掉？伊有伊的困难。所以为着支持率，就无爱解说清楚。你哪会甲八卦媒体有共款想法？怀疑真正常啊，丢人！你是倒位来自信？你着毋惊绯闻传过会有啥物影响？万一假戏？陈文琪，你正经叫我莫插手你的感情问题，安尼我的感情问题，嘛请你莫过问。你是倒一个心灵投胎转世啊？阿炳，你感觉迄张相片，敢只是角度的问题啊？废话，人张总监拢安尼讲啊，你搁咧怀疑哦？也毋过新闻讲，惠敏姐即届伫咧党内初选会当摕到遐尼济票，是因为詹佩贤立委伫咧背后支持。敢会是惠敏姐感觉甲涨价炒绯闻会当摕到较济票？哎呦，照惠敏姐个性，袂安尼炒绯闻啦，应该无可能啊。万一若真正是安尼，惠敏姐这个人真正足害呢。伊甲张总监拢交往偌久啊，伊哪会当用炒绯闻这款手段啦？我若是张总监吼，我一定互气死。
无怪张总监遐尼紧就出去啊，应该是要去做危机处理。你安尼讲，我拢开始紧张啊！唉，张总监真正足可怜的，那安尼莫名其妙做乌龟啦！你放心，做总监的心脏拢较有力，毋是咱这种小兵会当管。做代志，较免等你个红骂。是你来找我开讲的。真相伫遮，我著用这张相片，互恁遮的人点点。大兄，回民记伫内底等你啊。交还，顶届真歹势，想袂到约你去，结果会变安尼。甲关系讲一撮嘛好。恁有8点钟的时间，袂有人来叫了，恁好好讲啦。多谢。OK。交还啊！阿妈，你哪来？你要去送物件啊？阿妈甲妹甲你去哈，顺便甲你开讲一下。你无代志哦。看到迄张相片，真正会惊一跳。若毋是你事先甲我讲过，我可能会掠准是真的。是的啦，你一定足无欢喜的。我伫路的，就甲规篇报道拢看过啊。除了你甲张俊清的相片，还有恁爸甲恁两个牵手的相片，看来恁爸真正足想要赶紧甲张家结亲情。有莲，阮爸的个性你嘛了解，伊一直都是安尼啊。非伫我心内敢若有你，这点大家拢真清楚啊。既然安尼，就徛出来解说啊。婚礼即马初选结束啊，你嘛得到提名，敢毋是？安怎？这个相片毋嘛周刊，还有足侪分量的媒体拢有刊。我拄通过初选，假使这个时阵解说我甲俊清无关系，恐惊会有一寡无好的影响。要哪会？先莫讲支持张家的人是安怎想，我即马是党提名的人，我要做任何声明，拢要经过党的讨论，加上我的民调真悬，因是袂同意的。我毋捌这算是啥物问题，除非你正直甲我讲话是咧应付我。我无应付你啊！我迄个时阵真正是安尼想的，只是想袂到初选以后情形搁较复杂。有莲，你之前毋是甲我讲，你袂因为这款代志来误会我？我无误会你啊！也毋过你若无徛出来解说，安尼大家拢会认为你甲张俊清是一对。以后咱出去约会，假使你互你的选民认出来，你要安怎甲因解说？我要安怎甲我的亲人解说？敢讲我要甲因讲，是因为选举的关系，咱只好由在媒体安尼报。我是有答应你，等选举结束再讲分数。也毋过我无希望我的亲人在未来这段日子，还是一直看到你甲张俊清的新闻。也阁有，你敢有想过，万一倒一天咱做伙代志，互大家知影，对你形象的伤害会搁较大，你知影无？
我会想办法解决。佫有啥物办法？是比徛出来讲出真相佫较好的。你愈来愈无像以前的你，你知影无？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。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我们一起在那屋檐下。佫有啥物办法？是比徛出来讲出真相佫较好的。你愈来愈无像以前的你啊，你知影无？你若真是感觉拼选举比讲出真相佫较重要，你着敲电话甲我通知就好啊，何必我出来？歹势，我公司还有代志，先来去。有人，阿妈，嗯，这互你啉。啊，多谢啦。啊，你嘛坐啊，啊。我有几啊问题想要问你啦。嗯。你可能会想讲，咱若无亲情关系啊，我应该是无迄个资格，嘛无迄个权利问你这个代志。也毋过太阳讲，阿嬷过去吼，嘛甲你当作是家己的孙囝婿，安尼是甲你疼，你着互阿嬷问几啊问题，好啊？阿妈，你莫安尼讲，毋管你今日问我啥物，我拢会老实甲你讲。安尼真好。你真正甲我讲，恁爸甲恁妈已经过身啊，是真是还是假啊？是真诶，阮爸伫我细汉时阵就过身啊，阮妈是伫我读书诶时阵离开诶。你阁有甲我讲，你因为毋甘放弃间咖啡厅，所以你才继续经营，这是真诶，也是假呀？这嘛是真诶，迄间咖啡厅是我自细汉到大汉诶回忆，嘛是阮妈留互我诶纪念。若是甲伊收起来，我也毋甘啦。阿妈，我知影你今日为虾米要来找我，关系我拄则讲的遐个，我拢无骗你。啊，若我甲文琪的关系，一开始真正是朋友拜托我，才甲伊假做男女朋友。我无想到会造成遮尔大影响，嘛无想到会互阿妈遮尔伤心。阿妈，真正足失礼。阿妈，阁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，这是我今日来找你上重要一个问题。姚凡啊，你对阮文琪的感情是真的，也是假的？是真的，我真是足介意文琪的。阿妈，我甲文琪做伙时间愈久，我就愈感觉伊是真好的查某囡仔。毋那伊，也佮阿妈，恁规家伙仔拢遮尔温暖善良，佮会互相照顾。我一个人生偌久啊，真是足幸幸恁这款大家庭。我甲你讲，我真真正是认真想要对文琪，想要对恁发现事实进前，甲这段感情变做真的。要不过阿妈，即马讲这嘛袂赴啊，对不？阿妈，你着莫生气啊。只要你真心爱文琪吼，我就袂生气啊啦。
是讲吼，恁这少年人在想什么？我想无呢哈！啊，谈恋爱就谈恋爱，哪有啥物假做谈恋爱啦？可能吼是我甲阮文琪变得伤暗啦，伊才会甲你搬即款戏来骗我。我吼食到即个岁啊，人情世事看透透。我知影一个人吼，要得到一份真正幸福，是少无简单的代志。教官啊，只要你若真正爱阮文琪，会好好疼惜伊，过去的代志吼，阿嬷拢总袂计较。阿嬷，你的意思是？你戆囡仔咧，我拢讲啊这明啊，你阁听无哈？以后爱靠你家己拍拼，我是无法度哟。阿嬷，感谢你原谅我。不管我甲文琪最后是毋是当做伙，我拢随时欢迎你来啉咖啡。我不爱啦。为什么不爱？哎呀，这是加减啉互你面子呢。你即摆搁叫我啉咖啡，哎呦，可白白甲咱啉中药，我不爱啦。阿嬷该啉甜啦。好啊，阿嬷，看你要食甜的，也是酸的、咸的、咸的，我拢特别为你准备。不要。老实讲，顶届迄间厂商的布料，爱搁去跟人打练一届。就这边。恁张总监今仔日心情好无？啊，你是讲回民这个代志哦？我嘛唔知影啊。阮张总监一向拢是安尼啊，看起来足平静的，嘛无人知影伊到底是咧伤心，还是咧艰苦。你要找张总监是吧？我替你请伊出。啊，免，你无用。总监，这是今日的财务报表。好。你是毋是为着要维持身材，所以拢连美容饮料当作三顿？我阁会配一寡菜啊。你讲 ABCD？ 我袂介意你，我对你无感觉，咱就只是朋友。真是点仔感觉都无。无，我讲无就是无。我知我真超过，也毋过我嘛只会当甲你讲，是嘞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。一个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好，资料我已经准备好啊。
中昼进前去你的办公室。好，拜拜，等你见。起来啊！林浩是嘞，我困伤晚。无要紧，我看你困甲足落眠的，毋甘叫你，才替你甲脑前仔关掉。安尼我去传早顿。你莫逐个起来就安尼无因东无因西。早顿卡廷已经做好啊，我嘛食，我甲你留一份，来。请坐。咖啡。多谢。你要出去哦？对啊，我甲吴律师约好啊，甲伊讲一寡代志。要毋过你即摆身体安尼？我的身体无代志，我嘛无想要规工踮咧厝里，拢伫要洗锅啊，出去晒日头嘛好。哦，对了，我有一个好消息要甲你讲。林家伊甲我联络啊，伊讲哦，伊后个月会转来台湾。林家甲你联络啊？这是伊传互我的相片。足好诶！看你的面，穿甲安尼，敢若是你，阁毋是你，感觉足奇怪。阮是相生啊，伊就是安尼，规工充满活力，世界各地走透透。有时阵看伊传互我的相片，我拢有一种我敢若嘛伫国外的感觉。既然伊要转来啊，足侪代志我要赶紧安排一下，计袂好，所以我才会甲吴律师约见面。你要去甲律师讲什么代志？卡廷，我打算甲伊托付互林杰，阁有即间工作室，我要甲伊卖掉，摕到的钱一半留互卡廷，一半互你，互你阁开一间公司，嘛算是对你的保障。江林豪，你讲这个话，根本是在交代后事，毋是在计划未来。我毋是甲你讲过，你一定好起来。就算好起来，我嘛无想要做工课啊。你放心，我会听你的话，好好接受治疗。等我好啊，我打算退休。你吼，以后就负责趁钱。卡廷哦，就互伊对林家出国读书，较免伊一天到晚搅了咱。所以我即马要在林家转来之前，紧甲代志安排好势。时间差不多啊，我要出门啊。你豆豆食，中昼我要请吴律师食饭，唔免等我。拜拜。拜拜。这2天我拢无拄到欧阳医生，唔知你即摆的化疗效果啥款？啊，我等下去病院找伊看。唔免啊，伊有来看我，伊讲即个治疗阁袂歹。你看，我即摆精神敢毋是真好？休困1个月。刚刚连人嘛无伫的，走去对啊，去旅行。连我昨暗传的信息嘛无看，敢讲是
是因为我真是伤到伊的心吗？还是要各位记者朋友，这位是上班时间，你们要来面对哦。哎，今日我做代志咧，请你今日回家好不好？拜托诶，拜托请离开。你就做甲张友仁甲义外候选人是会比咧搞我团员是真诶。无法度回答任何的问题哦。请离开来哦。陈慧敏已经有男朋友啊，伊安尼算是不害人感情的第三者。伊到底敢是第三者哈？请问一下，伊敢是第三者？因两个到底是啥物关系？敢会当回答一下？告诉我第三者，迄个人绝对无可能是张友仁。你应该去问头一个人，无伊才去叫咱被害者。并且每天没有白上我没报道。请你发表一下意见，你讲较清楚一下啊！小姐，你马上离开好不好？啥物意思啊？我做代志啊！总监，是嘞。你为什么要大主大意，甲橡皮团去？拢无想过会有啥物效果？总监是嘞啦，我是因为你甲惠敏姐平常时对阮遐尼好，媒体伫遐黑白写，我实在看袂落去啊，所以我才会想讲提出证据，证明你才是伊的男朋友。代志若这么简单，我甲惠敏袂晓家己解决。总监是嘞，我实在唔知影会因为安尼，因就甲惠敏姐写作是偷食的人。我来甲相片摕了啊，也毋过我唔知影伊甲相片翕落来啊。阿美，假使你真是感觉我甲惠敏对你好，你就莫在选举的时阵，搁甲伊惹代志。是。即马公关已经出面处理这件代志，我想楼下的记者袂遐紧走，你无代志就莫落去，万一搁互查落来，搁学袂讲，出去。阿明，你即马出去甲大家讲，对即马开始，不准我讨论我甲邱惠敏的代志。好。你即马拍算要安怎？咁要换新闻解说一下。唔免。记者拢已经走来公司讲你是第三者，感觉你无想要替家己讲话。张友仁，即马已经毋是你一个人的代志啊！公司的形象，感觉你毋要负责。你敢会点去？你对我生气无路用，你应该去找徐慧敏讲清楚，互大家知影。你讲煞袂？讲煞就出去。欧阳医生，张小姐，有啥物代志是？我刚问请教你，林浩今晚身体状况。欧阳医生，我拜托你，林浩无其他亲人，我甲伊住做伙，我逐工拢在照顾伊，所以我一定要知影伊今晚身体状况。张小姐，咱来底讲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。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这个治疗，哪有可能无效果？停止化疗，身体一般会暂时变好，也毋过等癌细胞脱开，状况会马上变歹。医生，我拜托你，赶紧治疗，不管开偌济钱拢无问题。张小姐，刚先生已经做任何的治疗啊，假使阁有机会，谁愿意离开家己上爱的亲人？陪伊暗时仔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，莫留任何遗憾。我想，这才是对伊上好的。
有代志出去啊！你伫哭哦？安怎是？我在问你，是毋是阮爸安怎？卡婷，我真正毋知要安怎才好。什么要安怎？我拄则去找后阳医生，伊甲我讲，恁爸即摆化疗无效果。毋是，阁有表白药会当用。我顶下有听到医生安尼讲啊。医生讲，卡使用表白，恁爸身体挡袂牢。而且恁爸已经拒绝接受治疗。卡婷，我即马真正毋知要安怎才好。你拢毋知影，我要哪会知影？你哪阁坐伫遮？你紧起来去找阮爸啊！去叫阮爸接受治疗。你毋是足够的，紧去说互阮爸接受治疗。凡世人应该接受事实。我唔管，阮爸一定要接受治疗，阮爸一定要好起来。卡，后一个一点麻痹伤术。势照顾我秘书体袂发面手，应该原来医院后生后来去苹果，头家我搁去国小顶一个真。是足歹这款人搁敢出来选议当树员，林团出来炒新闻同样都啦！卖讲啊！你敢有想过当初的心情？台湾一直单有啥拢捌接啊？拢是较来骂人诶，马上啊！骂回民之理。还阁有问相片的代志。甲电话线拢拔掉，暂时莫有任何人卡入来。你去外口过来，莫互记者入来。手机有无实在号码拢莫接。咱入去内底讲。你倒才去东部开会，因安怎讲？原半工无任何结论，其实真侪人伫等你出问题，准备换其他人代替你。慧敏，这个危机，咱来家己想办法解决啊！你敢有熟悉这个传相片的赵在明？伊是有个秘书啊。秘书呢大主大意做这款代志，还是啊是安怎？敢有可能是张友莲超工爱伊的手下放这款消息？你在讲啥？有人无可能做这款代志伤害我。慧敏，我知影你真相信张友莲，也毋过即马新闻传到安尼，已经影响选民对你的看法了。安尼就开记者会，甲大家讲清楚啊！好，也毋过爱开记者会，毋是你，是张友莲。真正破坏你甲慧敏感情的，毋是我，是你无才调。结出的人还无够，过来一个哦。慧敏，我问你，你敢要继续选？咱做伙找记者接受采访，公开咱之间的关系。你找记者要创啥？这个代志跟你无关系，你就莫管啊。徐慧敏绝对无像报道写安尼会偷吃，因为在半年前，
第二个选举活动开始进前，我就甲伊协议分手。张永莲，你这个大公人！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毛线，回到这房间，以前的以前都开始怀念。从一个屋檐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们间像不曾走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